过来这件是桃园有一个小女童，离学校边仔的巷仔疑似去互骚扰。讲有一个男子突然间挖进，伸手要甲摸，加在小女童领里用手甲拍掉，而且大声来喊话，这个男子才来放弃。事后报警发现讲，这个男子骚扰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届了。小女童的妈妈伫面册铺文，抛出着这个男子的外形、特征甲出现的地点，提醒附近的民众小心注意。行伫咧巷内底，计唱危险，会当听到边仔后园内底囡仔佚佗喊坏声音，才着伫咧桃园市的一间国小，所有民众的囡仔伫咧离世经过遮，敢若拄着怪怪的人。我女儿当天是她要去安亲班的路上，有一个就是这样，有一个阿公，他就靠近她，然后他就是要用手去摸她。囡仔当时有惊一条，代志就发生伫咧这条无算坏巷仔。昨日下晡2点半左右，民众读国小的查某囝伫咧巷内底拄着一位查甫人伸手要解绑，加在查某囝免出用手甲拍掉，佮大声吼。报警看到这位查甫人行为已经是头一遍，抛出街路警示的图，提醒大家注意，莫公布这位查甫人的年纪，150公分的身悬，有挂乌青目镜。他爸爸有带小朋友去报案，中午的时候，他有拿照片出来。他后来指认出那一个，他说他之后他又去摸人家屁股。查甫人一天来连续调查民众，这事发地点就伫咧国小附近，无到1分钟的路途，一间幼稚园，行路行4-5分钟，有2座公园含图书馆，难免互附近的民众会惊惊。这一条有时候小朋友安亲班下课的时候哈。那这里会有走路的啦，骑车、骑脚踏车的都有可能会经过。傍晚的时候人还算蛮多的。要父母亲这样带，不要独自一个人在那边走。就算当事人无提告，不过附近的民众拢讲，已经提醒厝边偷尾的人拢爱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